家好，又嚟到小白嘅頻道。今日我會睇一套影片，係關於東方航空583號班機。東方航空583係一架 MD-11型飛機，註冊編號為 D2171。架飛機喺上海虹橋機場正式起飛。而家架飛機正式喺虹橋機場起飛。而家架飛機喺太平洋上空，有啲大亂流。而家架飛機要迫降謝米亞空軍基地，而家要做好準備。Approaching minimum 300, minimum 200, 150, 40, 20, 10。而家架飛機着陸咗謝米亞空軍基地。降成功，有一人喺重傷之後，佢着陸之前就死亡，另一個人就都係死咗嘅，共造成2人死亡。呢套影片就到呢度啦，記得關注，拜拜。